人生行到这，往事只能回味，世事自己慢慢体会，世事自己慢慢体会。人生行到这，往事只能回味，世事自己慢慢体会。人生行到这，往事只能回味。讲到俊杰，这晚呢，安那还没回来？哦，伊留伫公司加班啦。你嘛知影，嘛年底啊，有真侪公司的方案爱处理、爱赶报告啦。敢无？我头拄离开公司的时阵，已经下班啦。哦，那呢，就是我记唔对啊。啊，应该是甲通路商咧讨论年菜行销方案。啊，对啦，我袂记啊。是我吩咐伊去做的啦，我袂记啊。要搁骗？俊杰一定是和刘慧婷出去的。九燕，你为着要甲俊杰暗砍，学会晓讲白贼啦，吼！生囝敢有需要生这型的？阿妈，这嘛袂当怪阮妈啊，要怪哦，就应该怪迄刘慧婷。拢是伊甲俊杰带歹去的。可惜，买咧黑白讲话啊。可惜无白讲。咱俊杰自细汉到大汉，从来都毋捌误解我。结果即摆为着迄个市场的查某囡仔，毋但误解我，无听我的话，佫会甲我应嘴应舌。妈，等慧婷这边陪俊杰。无顾着家己的性命危险去救你，啊，这无功劳嘛有苦劳啊，对无？你敢袂当看在伊甲你这阿嬷看甲遮尔啊重视的份上，你着莫对伊有偏见啊，好无？妈，你着莫阁替刘慧婷讲话好无？伊若是摕这件代志来甲阿嬷讨认情，你叫阿嬷要安怎做才好啊？假使刘慧婷。若是遐尼好打，甲安尼做，我毋会坚持反对伊甲咱俊杰交往，佮一定爱伊离开一片。妈，到最近哦，因为进口白肉鸡卡咧海关，造成咱公司真侪货拢袂当顺利交，所以这件代志你要赶紧想一下办法啊。妈，你放心，我来处理啊。好。啊，不要紧，你是要什么意思啊？我人就伫遮，你若是要针对我，你伫遮来就好啊。阿哥，你是安怎要对我妈讲这话啊？你妈有特要教死我？我差一点仔就互车弄死，你敢知影？你敢无做吧？阿哥，你成年前莫冲动啦，我想应该有啥物误会才对啦。我妈应该是无可能对你做出这款的代志。或者哦，是你伫外口了着什么人才安尼？哦，俊杰，无代志，你先去无闲，好，给，无代志。妈，若是有啥物需要我的所在，你即刻叫我。放心。安怎啊？